其實721事發前1、2日，網上已經有人吹721晚入元朗開花。林卓廷參加完721光復西環遊行後，佢喺 Facebook 度吹雞表示入元朗，大批支持者響應入到元朗西鐵站。林卓廷喺大堂閘內指揮幾百人不斷挑釁，閘內林卓廷嘅人明顯人多勢眾，佢哋企圖以遮陣私了白衣人。雙方隔住欄杆互相打鬥，佢哋再隔住欄杆襲擊白衣人，又繼續挑釁同襲擊閘外白衣人。閘內嘅人再用消防喉向白衣人射水挑釁，白衣人最終追入閘內還擊。事件到底真係冇差別襲擊，定係有人帶隊入元朗挑釁引發嘅呢？